来关心艺术的消息，为要让艺术会使更加进入来生活中，台南在地食品企业特别伫网络平台成立一个线顶的艺廊，头一尾展览有22位艺术家，超过358个作品，和大家会使做伙和这个艺术结合日常生活。 欣赏真水图和艺术品是真侪人喜欢的活动。即马伫咧台南在地食品企业，伫咧网络平台开创一个叫做“玲珑抹艺线顶画廊”，伫咧内底有展真侪种作品。我们要搭起艺术家朋友们、老师们与收藏家们之间的缘分与桥梁。 即马线顶画廊，即马嘛已经开始展览。头一波会有22位艺术家带来超过358个作品，内容嘛以三大做主题，互大家一摆都当欣赏到真侪种精彩的图。那我是希望透过光影做这样的连接。因为即马疫情严重，所以透过线顶展览的方式，互民众伫咧厝内都当欣赏到艺术品，嘛邀请大家会当做伙来推广艺术文化。 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